五旬節靈恩運動2，我哋喺對上兩個題目裏邊咧，我哋去考察過喺五旬節運動之前，究竟上帝點樣咧運用佢嘅僕人，為佢嘅子民咧作一個好好嘅準備。喺我哋如果大家冇健忘，再望翻嘅時間咧，其實喺18、19世紀裏邊咧，神藉住唔同嘅人物啦，去係興起唔同嘅屬靈嘅運動啦，包括敬虔運動啦、福音奮興運動啦，係大覺醒運動啦。呢啲都係18世紀嘅。咁到19世紀嘅時候咧，神亦都用聖潔運動、凱瑟克運動、神醫運動，乃至復原主義同復興神學嘅思想咧，為佢嘅百姓準備咗咧整個屬靈嘅氛圍。乃至到喺20世紀或者我哋講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整個五旬節運動要出現嘅時間咧，神已經係為佢培育咗咧好多準備好嘅人物同思想。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會繼續去考察關於五旬節運動嘅起源啦。我哋會用少少時間去睇翻咧五旬節運動出現嘅時候一啲重要嘅人物啦，同埋一啲重要人物佢哋嘅一啲嘅事蹟嘅，咁從而希望咧我哋掌握翻整個五旬節運動咧出現嘅脈絡。喺開始嘅時間咧，我哋都要先去提一位咧，好多人都話係五旬節之父嘅人物叫做查理巴漢 Charles Parham。咁 Charles Parham 咧就喺13歲已經信主噶啦。咁亦都15歲咧，更加開始主領聚會。咁佢一直都好熱心喺信仰裏邊。1891年咧，佢就入讀循道衛理中嘅一間神學院，叫西南坎薩斯學院啦。喺佢裏邊咧，佢就一路讀神學。咁但係咧，就1年之後咧，佢就離開咗。咁打算咧轉行去學醫嘅。咁但係偏偏呢段時間咧，佢個風濕病又發作。咁而且亦都病得好緊要啊。咁咧病得好重要嘅時候咧，佢就禱告啦。喺祈禱裏邊咧，佢就覺得其實而家咧上帝係懲罰佢嘅，因為咧佢係聽從咗魔鬼嘅説話。咁於是巴漢牧師咧，咁佢就禱告悔改，更加咧係禱告求醫治。而之後咧又神蹟勝利，佢嘅風濕病咧又完全咁樣得到醫治添。咁因為咁嘅緣故咧，佢就再次投入全時間嘅服侍當中。咁就去到咧衛理公會裏邊咧一路擔當牧師。直到咧1895年，喺1896年嘅時間咧，巴漢咧佢就開始喺堪薩斯州呢個地方咧，各處咁巡迴進行主領聚會嘅工作。咁咧就一路咧佢嘅服侍咧係主要咧係以講醫病同埋為病人禱告咧，成為佢嘅聚會特色㗎。咁喺呢段時間咧，就其實佢自己咧，甚至佢嘅大仔咧都有病㗎。咁但係咧佢就好肯定地做一件事咧，就係宣布咗放棄醫藥嘅治療，就單單用禱告咧去進行治療嘅。咁而佢同佢嘅仔咧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係重獲健康添嘅。咁而一直咧佢咁樣嘅服侍到1898年啦，咁咧又去到另一個嘅轉捩點啦。1898年嘅時間咧，佢就去到托佩卡市呢個地方，開設咗咧伯特利醫治之家。咁咧顧名思義，你會知道咧地方係做啲咩㗎啦。咁咧就真係為病人禱告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咧佢呢個機構咧個服侍咧都好多嘅。咁每一日裏邊咧都有祈禱會，有早禱會，有晚禱會。每一個禱告會咧都係超過1小時㗎。咁亦都有咧婦女嘅查經會啦。咁咧主日嘅時間咧，由朝早、晏晝到夜晚咧都一路有聚會。咁甚至咧當地報章咧都有報導咧伯特利醫治之家㗎。咁因為咧佢哋都喺度有一啲嘅慈惠工作嘅。咁佢哋一路咧係用食物咧救濟當地咧超過有300名咧有需要嘅人嘅。咁呢一度係當時咧服侍團隊啦。嗱，如果我冇睇錯幅相咧，右邊第3位咧就係巴漢牧師嚟㗎。咁咧就喺1898年呢一個醫治之家嘅服侍嘅同時咧，有一樣好重要嘅嘢，特別對於五旬節運動嚟講係好緊要嘅，就係佢哋出版咗第一份五旬宗嘅刊物，叫做《使徒信仰》。Apostolic Faith 呢份刊物咧就成為咗咧日後研究咧五旬節運動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第一手資料添㗎。咁而巴漢牧師咧一路咁持續喺呢個地方服侍啦，由1898直到1900年。喺1900年嘅夏天，巴漢牧師咧就暫時離開咗呢個地方，咁開展咗佢自己一個咧嘅屬靈嘅探訪啦。咁佢分別揾咗當時嘅一位約翰竇伊啦，同埋宣信博士啦。嗱，如果你冇健忘咧，喺之前我哋講到神醫運動期間咧，
約翰竇伊 John Dewey 啦，同埋即係宣信博士咧，都係其中2位咧神一路好重用嘅僕人嚟㗎。咁亦都同時咧，巴漢亦都有接觸過咧火洗聖潔運動啦。咁呢個亦都係上面係曾經提過㗎，即係特別咧歐溫牧師講到關於即係靈洗同埋成聖嘅觀點，佢提到咧第3次祝福嘅觀點。咁我一般相信咧，好有機會咧，即係巴漢就因為咁嘅緣故咧，係繼承咗歐溫嘅思想嘅。咁咧呢一個1900年嘅即係屬靈旅程咧，就到10月終於結束啦。咁10月嘅時間咧，巴漢牧師就翻到托佩加市，就揾到一個地方，個名叫石大傻啊，英文都叫 Stones Folly， 好奇嗰個名嚟㗎。咁唔好知點解，唯一一個可能咧，我估嘅啫，呢個係我估嘅。咁因為咧，你見到呢幅相嘅建築物咧，其實係一間爛尾樓嚟㗎，即係起唔完間樓嚟㗎。咁咧，巴漢牧師咧就即係喺呢個地方咧開設咗一個叫做伯特利聖經學院。咁當時有40幾個學生去讀書嘅，咁大部分咧都係衛理公會嘅學生啦。咁亦都有一啲咧係即係一路參加住咧聖潔運動嘅學生嘅。咁而佢哋嘅學習咧就好注重宣教，注重咧讀經，注重禱告嘅。咁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冇教科書嘅，只有聖經嘅啫。又或者咁講，只有聖經係佢哋教科書嘅。咁啊，1900年10月開設咗呢個伯特利聖經學院之後咧，巴漢牧師就喺嗰度一路教書啦，直到嗰一年嘅12月尾，即係兩個零月之後。咁巴漢牧師咧就應邀咧去到即係堪薩斯其他地方咧進行服侍啊。咁作為神學院老師咧，即係要離開學院，咁但係即係學習啊唔可以停頓㗎。嗱，呢一招咧就每一個老師都學識㗎，咁就梗係俾功課學生㗎。咁所以咧當時巴漢牧師咧就俾得一份功課俾當時學生，只要求佢哋咧喺聖經當中特別咧喺《使徒行傳》裏邊尋找關於咧聖靈洗嘅證據。究竟聖靈洗嘅證據係乜嘢咧？咁呢個就成為咗咧，即係巴漢牧師去服侍期間嗰幾日咧，即係學生一齊要做嘅功課啊。咁咧就幾日就好快過啦。到1900年12月31號夜晚，巴漢就翻到學校啦。咁啊，即係據報咧10點幾嘅時間咧，佢就召集所有學生咧就一齊就詢問翻咧頭先講嗰份功課。即係咧，根據《使徒行傳》，究竟咧，即係聖靈洗有咩證據？呢個咁嘅問題。咁學生就異口同聲咧，就話根據《使徒行傳》咧，講方言就係靈洗嘅憑據。喺咁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巴漢呢一定嘅奇怪嘅。咁但係既然大家都覺得咁係答案啦，於是乎咧就一齊禱告啊。咁於是乎咧就佢哋就開始。全院嘅師生咧一齊禱告。嗱，如果你留意咧，其實呢件事即係咧1900年嘅元旦嚟㗎，唔係嘅除夕夜晚開始禱告，一路到1901年元旦，即係第2日。咁其中一個學生 Atlas Osman， 有啲翻譯係歐茲曼啦，有啲會譯奧士文啦，亦都係分明係睇你睇台灣嘅書定即係香港嘅書嘅啫。歐茲曼咧或者奧士文啦，就成為咗第一個去講起方言嘅人。咁而且咧，根據記錄咧，佢更加係3日裏邊咧係冇辦法講英文，而不停講唔同嘅方言啊！咁而即係有見證佢嘅一啲學生咧，咁就話其中有一種方言咧，應該係中國嘅方言嚟㗎。咁但係個現實就係佢哋冇人識即係中國嘅語言㗎，咁所以究竟係邊種咧，我哋都冇辦法考察㗎。咁咧就縱然喺幾年前，即係有人講起喺神召會 Springfield Fowler 嗰個 archive 裏邊咧。就好似係有一份咁嘅記錄，咁但係即係奈何我未睇過，所以唔能夠作任何嘅證據啊！咁咧就即係始終一路流傳緊咧，就係當日 Osman 咧曾經講過，即係有一段時間咧係講中國嘅方言。咁呢個情況咧就繼續啦。咁巴漢同埋即係學院嘅學生咧，亦都繼續禱告。咁而佢哋咧亦都陸續咧經歷咗同奧士文咧一樣嘅即係嘅方言啦。咁咧，由呢個時候開始咧，跟住幾年咧，就巴漢牧師咧就枕住喺堪薩斯州同埋密蘇里州咧，係進行唔同嘅聚會啊。咁一路帶領嘅聚會咧，都係繼續緊佢以前做開嘅為病人禱告醫治，同時咧亦都為咧人領受靈洗禱告啊。咁咧佢一路咁樣去作教導啦。咁就去到後來嘅時間咧，佢更加
喺大約應該係05年度啦，咁啊去到咧就呢個嘅休斯頓啊呢個地方咧，佢建立另一間聖經學院，咁就教導咧就係關於剛才所講嘅呢個嘅聖經嘅一啲材料。咁咧就到1906年咧嘅時間咧，就如果你留意咧，就係呢個就係06年係亞蘇撒迦復興嘅時候嚟㗎。咁我相信咧就係05年期間咧，就係威廉西摩 William Seymour 咧，其實就喺05年期間咧，唔係收成，根本就係就喺嗰段時間咧係跟巴漢牧師咧有學習㗎。咁呢個就係頭先提到啦，啲聖經學院嘅建立啦。咁而去到呢一度地方咧，有一個嘅簡單嘅小結要特別要注明㗎。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呢幾年裏邊咧，巴漢同埋個學生咧做咗一個好重要嘅神學結論。呢個結論咧就係引到後來咧，當我哋講到關於證據教義嘅時候咧，特別會提嘅就係佢哋咧，佢認為咧，方言係合乎聖經嘅教導，又或者咁講，佢哋係首次認為咧，方言係靈洗嘅初步證據嘅呢個證據教義㗎。嗱，而事實上咧喺呢件事之前咧，喺教會歷史裏邊咧，其實一直都有關於啲方言嘅記錄㗎。關於方言嘅現象咧，係一直都係存在緊嘅。咁甚至喺近代復興運動裏邊咧，都會有嘅。例如大覺醒運動啦，例如聖潔運動啦，甚至威爾斯復興裏邊咧，都有記錄有人有方言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同而家有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啦，就係咧當時咧，即係之前啦，佢哋係會將方言同有人禱告裏邊哭泣、禱告裏邊顫抖、禱告裏邊大笑、禱告裏邊碌地咧，佢同呢啲嘅嘢咧，都覺得係其中一種咧聖靈嘅作為啫。咁但係巴漢咧係第一個將方言呢件事去肯定咁講係聖靈洗嘅初步證據，因為咁啊呢個想法出現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標記咧就係由呢刻開始五旬節運動咧就正式同聖潔運動分道揚鑣亦都咧因為呢個咁嘅信念，聖潔運動亦都我哋可以講喺我哋考察整個五旬節運動興起嘅過程裏邊咧，聖潔運動咧亦都過一段落，我哋要正式咧去講到五旬節運動裏邊咧一路帶來咧唔同嘅人同埋事㗎啦。